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斌。大家都知大亞灣有幾個片區，其中呢，孟特同比亞迪呢兩個片區商業係最繁華、最成熟嘅。孟特呢邊嘅價單呢普遍高一啲啦，比亞迪商圈呢邊呢性價比相對高啲。比亞迪有幾個樓盤啦，當中呢有一個係品質同環境最舒服嘅，就係龍源華府啦。之前呢，因為龍源華府嘅價單比較高啦，所以呢冇咁多消息。呢排調整價單之後呢，真係賣爆晒喎！依家小單位已經冇啦，剩低最細嘅呢係115平嘅，就係1200幾尺啦，南北通雙露台嘅。佢嘅地理位置呢都係屬於南新片區啦，到深圳好方便嚇，樓下嘅巴士直達，公交車呢都可以到2個地鐵口嘅。門口呢就係5大商業。樓盤嘅質素非常 OK， 樓根改同埋園林呢都好正嚇。最緊要呢係佢背靠品張嶺森林公園，小區嘅北門出去就係公園，屬於係南面呢係繁華商業，北面呢係靠住公園嘅。依家冇批嘅價單呢7700蚊起嚇，加埋裝修呢就差唔多8000幾蚊啦，都好靚仔。主要呢係住起身好舒服，配套呢又好。定居呢真係一個好嘅選擇。